あえいおう。あえいおう。嘿，yes，说广东话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圆明園，中國園林史上最為華彩的那一段樂章，記錄着中華民族強盛與輝煌，以及曾經的苦難與屈辱。如今民族興復的號角正在嘹亮地吹響，面對着這盛載中華民族美麗與哀愁的圓明園，我們能做些什麼？是修復那曾經的華美夢境，還是保存這遭受之後留下來的斷壁殘工人們憑弔？在爭論聲中，圓明園修復工作重新啟動。2007年10月，紀念圓明園建園300週年的國際學術會議上，圓明園整修問題被趨勢提起，並得到響應。會後有消息稱，2008年長春園公門修復工程將啟動，這意味着被中斷嘅啊誒伊哦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，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北風，初時高地間中吹烈風，海面有大浪及有湧浪，多雲，間中有雨，氣溫介乎21至24度。展望隨後數天仍然有雨。This is the problem. Ah.